本人是大埔半涌村的某一個居民，我每一天早上帶一隻狗上嚟遛狗時都見到。本人是大埔半涌村某一個居民，每天早上都要帶兩隻狗上嚟遛狗時，經過此範圍時都見到這幾部車停泊，此處是否屬於違例泊車呢？如果是屬於交通警察或警察上來叫拖車拖走幾部私家車走嚟擴闊路面啦，因為呢度其中一部已經好似前面部 WS7868 已經表面有很多樹葉堆積到一段頗長時間，至少有成半年以上㗎啦，都冇車主上嚟清理呢部汽車，而呢部紅色之後間唔中都停泊之處嚟阻礙路面，是否也屬於違例泊車呢？請大家評論下啦。